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3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日有什么新闻重点。宜兰县长林祖标涉嫌土地弊案，检方要求声押，早起反映裁定县长80万交保，县长后生200万交保。亲民党的主席宋楚瑜被指控把有4亿的乌钱藏伫瑞士的银行，宋楚瑜是讲，这个指控毋是事实，无排除要提出告诉。乌克兰的情势紧张，总统蔡文早起谴责罗西亚对乌克兰主权的侵害，嘛只是讲维持国内物价甲金融市场的稳定。新财市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54例境外病例，有2例本土病例，其中1例是甲宗教协会病例带做伙亲人，另外1例是甲新北市设计师伫同一间餐厅同时段用餐的病例。咱来听指挥中心第一部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的病例有2例哈，那一位是居隔转阳，那境外移入的有54例，一个是居隔转阳的哈，就是那个协会哈，这位协会里面所衍生出来的同住家人，那另外从这个设计师案哈所衍生过来的哈，前2天。它有2028、20162这样的案子，那所以再扩大的更大的去验，那总共再验出来了20248远雄自贸，我们今天就宣布他结案。来看宜兰县长林祖标涉嫌土地弊案，检方第2届约谈，县长林祖标甲伊后生查囝，还有农业处长，方认为嫌疑重大，而且有篡供灭证的可能，请求声押。早起法院开庭，裁定林祖标以80万交保，伊的后生200万交保，查某囝甲农业处长是请回。县长，请问是说明什么案件？谢谢你。结束廉政署规港的约谈，宜兰县长林祖标搁一届互带去宜兰地检署接受检方的复讯，即卖伊甲土地弊案有牵连，伫行入去进前是无做出回应。或者是什么事情被约谈？林祖标因后生甲查某囝拢有涉案，嘛互送去地检署，还有几个县府一级的主管拢互带转去侦讯，甚至伫即批新闻的名单内底，还佫出现国民党的前立委杨吉雄。喂，有啥物话要讲无？杨吉雄甲镜头右手致意。会去用约谈，是因为检方发现讲林祖标的第2后生林佑德，顶个月伊互讯问了后，随去找杨吉雄甲杨耀辉因2兄弟啊，涉嫌要消灭证据。林之妙之子啊，林某泽，在离去本署之后呢，就跟被告杨某雄、杨某火等人共同涉嫌藏匿本案的证据。那今日呢，并就此部分来进行调查。包括林祖标甲因查某囝林玉玲，还有农业处长康立和，先后去检方声押禁见。林佑德甲杨吉雄、杨耀辉涉嫌消灭刑事证据罪嫌，以200万甲150万块交保。也那财税局局长罗天良等人涉嫌贩毒二罪，以15万块交保，其他的人是无保请回。被告林之妙，那林某玲以及呢县府农业处康处长等人涉嫌贪污治罪条例的图利罪。被告呢林之妙另涉财产来源不明罪，均罪嫌重大，有事实足认有勾串灭证之余，且有羁押之必要。检方侦办宜兰县府的人员涉嫌食钱的弊案、劳动土地免征征达税、劳动土地都市计划变更案，还有疑似财产来源不明等等几个案件有关系。但是经过1个月，地检署甲廉政署各一届大动作搜查甲约谈，这个案件嘛特别受到大家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瑞士信贷银行，被指控讲帮人客藏乌钱，嘛发现讲名单内底有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伊伫1993年到2010年有放超过4亿的台票伫瑞士的银行。这个报告嘛讲到新票案甲拉法叶军立这2个弊案。宋楚瑜昨暗是强调讲，这个指控拢毋是事实，嘛无排除讲要提出告诉来捍卫名誉。瑞士的瑞信银行被国际反贪腐组织 OCCRP 标出涉及乌钱的条文，其中亚洲区客户名单内面出现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伊伫咧1993年做新主席的时阵开户，户头内面上侪时阵有到瑞士法郎1367万，差不多台票4亿1500万。一直到2019年，这个口座才停止运作。互人质疑是不法所得。宋楚瑜昨暗伫咧参加日本天皇华诞庆祝酒会时阵，也亲自澄清，伊指控即款内容拢毋是事实，抑阁引用错误的报道来佐证。
无排除会提高保护家己的名誉。从未参与任何拉法叶舰购买的会议、交涉、会谈。再有人或者是故意，或者是在那里抹黑我的话，那对不起，我一定诉诸于法律。自民党也发声明强调，网站的内容完全甲事实无符合，甚至还佫引用错误的报道内容。强调宋楚瑜将来就无介入立法议案告背甲收回扣，对某一寡人士伫第一时间以直接翻译话文的方式对宋楚瑜提出质疑，已经提出相关的证据澄清，希望各界唔通再散播不实的信息。楚瑜先生昨天的回应，我想很多民众会感到相当的失望跟不解哈。今天我觉得很多民众的疑虑是针对第一点，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瑞士银行账户的存在？第二点就是这4亿1500万的这巨额款项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另外，政治人物讲，虽然刑票案甲立法议案宋楚瑜拢无被起诉，不过宋楚瑜的回应依然无法度平息外界质疑，呼吁亲民党或者是宋楚瑜针对控诉一个内面这么侪钱的疑点清楚做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罗西亚公开承认乌克兰当兵2个亲罗西亚的所在的独立，甚至表示讲已经甲这2个所在建交了，互乌克兰的情势紧张，国际局势嘛出现变化。总统蔡英文早起伫国发会经济部进行乌克兰情势营运小组的报告了，嘛表示谴责罗西亚侵害乌克兰主权的行为，嘛讲咱国内嘛有应用的规划，会来维持国内物价会甲金融市场的稳定。标普500指数是落1.01%，纳斯达克嘛落1.23%，道琼更加是落1.42%。美国随着乌克兰局势冲击来大落，另外因为俄罗斯全世界第3大的产油国，布兰特原油这礼拜甚至是一度接近100块的大关，面对可能来造成的全世界经济冲击。总统蔡英文嘛来听乌克兰情势营运小组的报告，要求各部会做好相关营运规划，来维持国内物资、物价还有金融市场的稳定。政府在过年之前就开始有这样的沙盘推演，那至于就是短期间如果对股汇市有一些影响相关部会事实上也都拟好了一些因应的一些方法跟对策。经济部规划国内油价是起到每公升32块半，会来进行油价平稳机制。所以假设油价会触及到32块半的话，那么我们中油就会吸收这个上涨的一半。有经济学者分析，也是俄罗斯乌克兰开战上直接冲击的都是天然气还有原油的计销。不过也是油价变悬，美国页岩油可能会来开采。另外，近前因为疫情减产的中东产油国嘛，可能来增加产量，嘛会让油价来回稳。除了战术是拍真久，也无对着物价的影响可能有限。你看，我觉得主要是能源跟那些稀有的原料，因为那个地区基本上不是全球的经济重心。所以其实影响应该不大。学者分析，相对乌克兰局势变化，美国股市还有外汇市场上大变数，也是美国联准会未来调整利息的部分。未来也是发生战争，这调整的比例可能来降低，嘛产生着消毒的效果，只会伫短期内造成影响。所以对着咱来讲，上重要还是要维持物资的存量和民众的生活会那稳定，未受到影响。你来看相关情势变化，你来思考相关的对策。记者张志雄、陈立峰台北报道。乌克兰甲罗西亚两要争起来，台海局势嘛受到国际社会关心哦。咱国外交部长吴钊燮甲美国前国防部长艾斯培对谈，针对中国可能会拍台湾的问题，吴钊燮是认为讲，中国的企图是非常的明显哦。也毋过咱台湾绝对袂主动伫两岸冲突来起事端，也毋过国台办是批评咱台湾的政治人物，讲借乌克兰的问题来炒作中国军事的威胁。Minister Wu is a champion of the historic U.S.-Taiwan partnership, so it is my honor to welcome him here to discuss democracy. 美国前国防部长艾斯培伫22时讯专访外交部长吴钊燮，讲到台美关系甲中国威胁的问题，特别是最近俄乌紧张局势一直咧升悬，中国是毋是会来犯台，嘛引起担心。吴钊燮表示讲，中国的意图真明确。军事行动一直拢有，不过台湾无想要成做两岸冲突的这个呛度的人。We don't want to provoke the Chinese actions against Taiwan. Taiwan is a peace-loving country, and we want to maintain our stable line of rhetorics
in thinking about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 our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like-minded partners. We don't want to be a provocateur in a cross-strait conflict. 吴钊燮表示讲，台湾会做好准备来发展无对台的战力，也有自我防卫，嘛感谢美国对台的军事支持。另外伫经济方面，伊讲美国对台湾上好的保障，就是签订台美自由贸易协定 FTA。最近台湾政府正致心乌克兰的情势，并且有讲到有这款的感受。国台办批评讲，这是自作多情，找机会咧变人。所谓感同身受完全是自作多情。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的内政。马晓光表示，民进党借乌克兰的问题，超工咧变人讲这个中国的军事威胁，想讲要甲台湾的问题国际化，含伫台湾煽动反中、抗中。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咱国内的黄豆、番麦等粮食拢是靠国外进口哦，敢会因为乌克兰的局势受到影响咧？农委会是表示讲，国内对乌克兰有进口麦仔甲番麦，也毋过数量是无介济，只占1%尔。目前嘛，各有超过半吨以上的安全存量，所以暂时毋免伤过烦恼。黄豆、麦仔、番麦是台湾大量需要依赖国外进口的物件，主要对美国、巴西、澳洲等国来进口。即马乌克兰和罗西亚的局势愈来愈正烈。虽然咱去年也对乌克兰进口番麦甲麦仔，毋过干那占进口量的1%。农委会表示，咱存的量加上业者有提早注文，未来半冬这寡物资的计销和供应有关稳定。大中股业者已经有提前的下降的一个订单，所以我们也会同步的跟国内的畜牧业者说明，饲料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也会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准。不过，乌克兰产番麦量是世界第3，局势若无缓和，全球米切的流通也会出问题。农委会宣布讲，要和台糖合作，加起仓库来欠米切。我们现在已经跟台糖合作，要新建至少超过6万公吨的库存量，今年就先去租相关的仓容量，来确保这一些的玉米等都可以满足我们国内的需要。另外，农委会也要继续增加相关物资的产量，以免受到乌克兰局势影响。其中，畜牧业用来饲动物的番麦，目前生产的面积是1万多公顷，今年要扩大到3万公顷，大约是18万吨的产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交通部要出行代替的改革，上关键的代替公司化的条例哦，已经在做最后的修正咯。交通部长国在长期行政院来报告进度，嘛表示讲最近就会送到立法院去审查咯。交通部长国在嘛佮继续甲民间来沟通，部长嘛讲哦，甲代替企业工会佮无啥物共识，爱得继续沟通。发出2024年国营代替公司挂牌目标，交通部最近对代替公司法条例进行上尾修正，这个会期就要送去立法院。不过面对企业工会强烈的反弹，交通部嘛讲双方的共识也无够。昨天我们在行政院做了很多讨论，对公司条例的一些内容也融入在尤其工会所建议的一些方向啊。那我们这几天会把公司条例再跟工会做一次讨论。那如果确认的话，就是这个会期，原则上就是这个会期要送进去。所以跟工会已经有一些共识了。也没有完全共识哈，所以我们必须再谈。企业工会顶日来发出3月份要去嘉路真正抗议，交通部讲会持续沟通。另外，针对嘉人捷运路线定案，引起各界质疑的声音。有学者就讲，嘉人捷运又搁慢又搁贵，运量嘛伤过乐观，未来收车票的钱才收入，真有可能拍袂平，百民会记者来营运。基隆大概有37万人口，汐止有20万人口，所以这2个地区的服务范围大概60万了。沿线的基隆河谷的开发出来以后，包括它的一些这些柜场啊，做一些转型哈。那我是觉得这个运量是可以支撑的。交通部分析，嘉人捷运沿线各站拢也有发展的空间。那开发了后，会带来更较侪运量。也若嘉人捷运未来会甲捷运石东线整合，石东线的综合规划已经送去交通部，审查通过了后，会甲嘉人捷运合并发包，会共用列车甲系统。记者综合报道。
雨已經落幾日天咯，嘛傳出南投仁愛鄉的立行產業道路15.8公里的路段，還有台北線77公里攏有崩山哦。另外，台中內線台七甲線嘛因為山架崩落來，造成2支電火跳啊斷去，台電嘛趕緊上山去搶修。大量的石頭直直為山架頂懸連落來，南投縣仁愛鄉的立行產業道路15.8公里的路段，因為連日的大雨造成大面積的崩山，雙向的交通攏斷站。仁愛分局是趕緊提出塑膠筍來警示，施工的包商表示會看天氣甲邊坡的情形來評估搶修。仁愛鄉立行產業道路15.8公里處不斷坍方，土石崩落，阻斷道路通行，所幸沒有造成人員傷亡。警方已擺放交通錐實施交管，並通知鄉公所調派機具清除。請顧問公司來做一個規劃，那做一個比較可以預防落石、保護民眾通行安全的一個設施。台中市的梨山地區日嘛因為大雨造成新道台七甲線57公里的路段崩山，閣救斷2支台電的電火條，其中1支閣卡到停佇咧路邊的遊覽車，好在迄當陣車頂攏無人。台電接到通報上山搶修，高架阿伯線路總共損壞超過100公尺。現場共折斷了2支電桿，還有高低壓線路損壞超過100米。然後搶修的現場呢，因為低溫，況且大雨不斷了，搶修的工作更加困難。台電總共出動16個工作人員，3台新空車、1台怪手甲3台吊車，伫咧2日暗頭完成搶修，恢復供電。另外，伫咧台北線77公里的林府橋路段嘛出現崩山。公路總局各管工務段表示，重機械攏已經到位，目前先拍通高屏的車路，會趁雨勢較停，盡力來恢復雙屏通車。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金鐘燒料風地法伫6月7日實施哦。一份警察局的統計就顯示講，109年有10件金鐘的報案，去年是有27件，所以嘛呼籲乘客哦，若屬佇捷運頂頭發現有人的行為真奇怪，感覺有受到侵犯，會當馬上持車廂的電話來通報。身穿烏色花裙30歲的黃小姐，伫去年11月，才拄佇個捷運車廂坐落來無偌久，就有一個查甫的對佇個後壁來出現佇伊的頭前。這一天，黃小姐伊換車廂2擺，紅色褲仔內底這個27歲姓武的青雲查甫人嘛對咧換位，伊就隨飼這個緊急的對講機來求援，想袂到講佇個今年1月，又閣佇個買房車來拄到這個查甫人。黃女驚覺又遭該跟蹤男子尾隨。立即按下車廂內緊急對講機，通知司機員，且緊急站務人員立即到場處置，並依性騷擾防治法，移請主管機關社會局裁處。警方照性騷擾防治法甲移送地檢署裁罰，未來會閣來看是毋是有觸法的行為，甲閣做來適當的糾辦。警察對所受理的金鐘騷擾案件統計起來，109年有10件，81年增加到27件，伫今年敢若1月嘛已經有4件。搭乘捷運隨時保持警覺，並適度以隨身物品與他人保持距離，即可自保，也能避免爭議。如有感覺遭受侵犯或跟蹤尾隨騷擾，可立即出聲制止，勇敢報案。金鐘騷擾防治法會伫今年6月7日開始，對特定的人煞咧違反伊的意願，這個8大行為包含對後壁跟蹤、真調調咧甲聽候、歧視、通信騷擾、冒用個資、妨害名譽、假物件，還閣有不當的追求，攏有可能來觸法。金鐘騷擾者上重會降甲處到5年的有期徒刑，並且罰50萬塊的罰金。記者綜合報道。高雄的少年隊哦，最近掠到4個20多歲的少年人秘佇樓梯的食毒哦，因是食一種毒品加皮包，警方就警告講，這種毒品加皮包成分是真複雜，對身體的傷害真大。警方入去一間人家厝，伫個樓梯間有幾個牌仔等伫個塗骹，因為內底有4個少年人當伫個開毒品 party。警方嘛為因分書頂抄出紅包錄啊，內底就藏少年囡仔之間常接看到的毒品之一——毒品加皮包。毒果汁啊，毒咖啡包跟毒巧克力等等這些啊，因為販毒集團啊，他們摻雜這個成分不一啊，如果使用過量啊，可能會造成這個致命的部分呢。
警方表示，毒品咖啡包的价销无贵，一包400-500块啊就买有。透过同学或者是朋友介绍，少年囡仔伫咧网络顶倒底买，加上因为成分真复杂，甲一般的毒品来比是较袂食掉的。伫咧自费场合是真接快，对身体的伤害是袂比其他的毒品较少。使用咖啡包报备案例是因为有时候毒咖啡包啊，它微量啊，因为掺杂有些多，有些少。有些我们青少年朋友，他想说第一次喝了一毒咖啡包，喝下去第一杯的时候啊没什么感觉，然后就追加，药量突然爆发起来的时候啊，它就会造成身体很大的伤害。警方提醒，卖毒的人会伫 Instagram 等的社群平台，用暗号的方式来卖毒品，亲像有其他名的粉，会号做是小姐姐等的名，也若毒品咖啡包是会用酒等饮料的名来号名。亲像画面这条信息的内容，虽然无讲到毒品，不过相关的代称就暗示有伫咧卖其他名的粉，甲毒品咖啡包。家长若是发现囡仔有收到类似奇怪的信息，就一定要较密切的通报警方，唔通让囡仔去食到毒品。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全台湾有91000多台客停车哦，车队甲个人的是占一半一半。有家己车队哦，一个月只要600外块，就当来帮乘客买保险。也毋过，若是个人的车行，一个月就要1200块。最近客停车工会就呼吁立法院伫新的会期，会使三读通过强制乘客家己保险哦，互驾驶佮乘客会当好有保障。计程车驾驶休困室内面停满计程车。驾驶开忝了来遮小休一日。根据统计，目前全台湾91000多台计程车，只敢有车队的驾驶有被要求爱投保计程车乘客险。另外一半个人加自营的计程车驾驶是拢无保。一个月大概缴多少？100块。计程车基本上收入不是很好啊，所以说有什么重大事故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讲负担比较小。我没有过，不过我觉得这种东西应该是政府自行吸收才对，不该是说要我们司机。车队驾驶加保的计程车乘客险，一个人150万以上，一个月保费100外块。要过若是个人或者是自营的想要投保，就要开10倍以上的计销。投保金额每一人才100万。计程车投保管理一国两制，计程车工会希望政府会当赶紧修法，无论是车队也是自营的计程车驾驶，拢会当强制投保。汇率爱统一。他们如果要自己再去加保的话，每个月几乎要付出的金额是在1200块以上，出入是蛮大的。所以希望这个法案赶快通过。这个是一个双赢的政策，将来大家都要加入的时候，有9万多个计程车司机的时候，我相信这个保费会大幅的降低。赶伫咧立法院新会期开议之前，计程车驾驶到立法院请愿。希望调下共同支持《公路法》第65条修正案，列做会期优先法案，完成3读，互所有计程车驾驶拢会当强制投保，保障消费者加计程车驾驶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香港的疫情哦，香港昨增加6211个，阁有32个人死亡。专家是讲3月份疫情可能会愈发严重哦，一天可能会有18万人确诊。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嘛宣布讲，全香港的民众伫3月份拢爱体检3摆哦，若是无遵守规定，是会当处罚。无论是4大人或者是确诊的患者，拢点伫咧简单的报棚内名单。香港的第5波疫情增加正紧正悬，日新增加6211个确诊，32人死亡。特首林郑月娥宣布，全香港会设立几落百个检测中心。3月要开始3遍的全民强制核酸检测，因为有法律的效力，民众若無做會被罰。即係我覺得佢哋根本冇準備好咯，咁你就話要去做呢樣嘢，咁我覺得即係嘥時間咯，嘥時間，咁不如好好，即係我覺得你呢個時間不如考慮下點樣增加啲醫護嘅人手啊，增加佢哋醫療設備啊。專家估計3個疫情嘅上懸。香港大學醫學院團隊用流行病學嘅模型推算，將會到一天183000例確診嘅上懸，3個月中每天死亡人數也到100人。所以林鄭月娥宣布，社交距離政策延到4月底，全香港幼兒園加中小學原本700個入房嘅暑假，提前到3-4個月房。We probably have not seen the peak of this wave. So how are we going to manage the next 2 or 3 months will be extremely essential and critical
containing, but there is no guarantee whatsoever. 林郑月娥讲，香港疫苗通行证2时开始实施，若无注疫苗的民众，包括商场、餐厅、百货公司，拢袂使去。希望3月初注第1剂的比例会当到9成，3月中注第2剂的比例会当到8成。面对这么医疗体系强要崩解，虽然港府宣布一寡新的措施，不过真侪民众也是认为全民强制检测毋是万灵丹。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国际另外一个起价，佮加上通货膨胀哦，真侪欧洲人即马日子拢真歹过。伫意大利，真侪65岁以上的老大人哦，生活拢有问题。当地嘛发起来帮老大人付孝端的活动。另外，伫英国佮法国嘛拢面对真严重的通货膨胀，对真侪人的生活拢产生真大的压力。今年95岁邦尼原本拢是早起啉咖啡、看报纸，或者是去花园散步，享受简单快乐的生活。不过，伫咧现实的生活，伊即马好孝单是大家强要无法度喘气。邦尼目前的存款，再加上出来人互伊的，一个人负担900欧元，差不多代表28500的厝税。不过到2月底的时阵，伊的口座的钱就会用了。每个月老人年金是无到600欧元，代表差不多19000尔，根本无够用。邦尼只是佛罗伦斯市目前65岁以上是大人，并做三车线以下族群的属下。市府最近就发动三车老大人孝单领养的活动，筹募资金帮助因渡过难关。因为能源的价格愈来愈贵，造成通货膨胀率创新高。英国也有这种情形，像佛瑞普是过了100万，算是经济较好的一群人。不过即马为着要省钱，唔敢要开小气，物价起价情形也差不多反映出英格兰银行所讲的，这种是30年来对生活冲击上大的一年。消费者物价膨胀率起到5.5%，4月份的能源的孝单会增加54%。政府已经计划将起价正悬的部分的燃料的价格分做几多年来付。Even though wages and benefit incomes are going to increase in April, they're not going to increase at the same rate as prices. 因为伫法国消费者压力也正大，受到钱变薄的影响。法国的民调机构奥多克萨的资料显示，有8成的法国人认为家己的购买力正在下降。专家讲，譬如讲，伫咧法国正受欢迎的意大利面，2021年一直起价，而且因为农作物的收成无好，今年恐惊也阁会起。另外的计销起也对一般的家庭造成压力。自今年1月开始，每1公升的燃油计销起6欧分，换算代表是要加2块。天然气上悬是起到1公升1.85欧元，差不多代表58块。公司新闻吴文玲编写。过来的新闻，咱来看中油案，什么伫桃园观音外海区天然气第3接收站，有渔民反映真侪解讲哦，工作船拢破坏因的渔网啊，嘛影响着生态。伫2当前有4个渔民用渔网啊来阻碍中油的工作船，互检方是以强制罪来起诉。法院即马宣判认为讲渔民是有表达言论自由，所以判因无罪，专案会当去上诉。2020年4月，有4位渔民开3只渔船，伫观音外海以包围拍网的方式，阻碍中油的工作船袂互伊过，互检方依照强制罪嫌起诉。法院认为渔民有表达言论的自由，判被告无罪，会当上诉。是要传达希望中油公司的工作船可以遵循离海5公里的规定，不要影响渔民的捕鱼权益。为广义言论自由保障的范围。法院认定，被告的行为只是表达希望中油公司的工作船莫影响因掠鱼的权利。渔民主观认知是具有对公共事务的政治性意见表达，无妨害他人行使权利的故意，所以袂当用宪法的强制罪来起诉。工作船破坏渔民的渔网，航行路线在先，渔民表达一点心声，现在法院已经还渔民的一个清白了。桃园区议会总干事陈义成讲，是工作船违反离海5公里的规定在先，渔民去引动是为了要捍卫掠鱼的权利。判决的结果确保渔民的渔权，要让议会要搁再加中油协调，渔民甲工作船的冲突已经减少真多。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台南市南西梅岭的梅花哦，去年因为开花大开哦，也毋过收成的梅啊，所拢真细粒，绩效是真歹哦。去年底梅花提早开花咯，而且落几场雨，梅啊是落来袂少哦，嘛互梅啊生粒较大粒，绩效今年应该是袂歹。提出5块的金角角，甲梅啊比起来，有比金角角较大粒小块。毋过旧年的这个时阵，梅啊是比即马佫较细粒。进前可能安尼一半较低啊尔，可能长1块安尼尔。会有这款情形，主要就是因为旧年底梅花提早开花，佮再加上有落几若摆雨，致使梅啊结果的比例下降，整体产量减少大约3成。毋过相对嘛，因为雨水有够，土巴够淡，梅啊生粒较紧嘛较大粒。今年中大型的梅啊至少有2成以上。中低海拔的结果率呢就差了很多。减产也超过3成以上了，但是呢，这样反而因祸得福了哈，因为今年那个雨水比较多，那个今年梅子的果粒呢，相对比往年那个来的长大，农民他们也认为说那个可以卖比较好的价钱。旧年的产季梅啊较细粒，有一半拢是差不多1块银角角的大小，绩效嘛大大受到影响，一斤干那20至30块。农民大多数是用来做梅啊酒等等的加工品。不过今年的采收期，大粒的梅啊比例增加，按照旧年的绩效1斤60至70块来看，行情是有变较好。今年梅子我想质量会比较好。因为雨水充足的话，梅子大果率会比较高。大果可能市场上的售价还有卖相种种都会比较理想，这样子。就是大概可能好像有听说大概可能50左右啦。农民表示，梅啊的采收期大约是3月后半，不过今年应该会当提早到3月初。未来梅岭休闲农业区进入梅啊的产季，嘛会推出采收梅啊甲 DIY 农业体验活动，带民众做伙来了解梅啊。记者综合报道。婚姻理论乡公所的清洁队哦，真有心，应该资源回收分做29类，互厂商是真愿意来收哦。去年可回收的办公所加收170万，全台湾嘛有真侪公所拢专工来遮参观学习。清洁队人员无因将纸类搁做有分类，像一般食早顿的鸭肉和饮料纸盒，拢无属于纸类回收，但民众定以为这属于纸类。各将无同款设水的玻璃管分开堆放，因为这无同色的玻璃管回收的绩效嘛拢无同款。因为他们3个颜色有分3个价钱下去收，所以说我们会分成透明的、褐色的跟绿色的，然后还有另外一种那个烟酒公卖局的那种2块钱的，我们都会把它收集起来，然后进行再变卖这样子。云林县环保局表示，为了要落实本所减量，环保局几年前大力推行资源回收，目前全县资源回收率54%，但其中利润清洁队一分呢达到29项，买单提悬厂商收购意愿和绩效。一年那个卖的金额大概都在170至200万左右。它整个回收率虽然只有52%，但是它细分类达到29项，所以说它整个变卖的一个所得是现在最高的。那反观其他公所，虽然说有的回收率达到57%，但是它因为没有初步的一些做细分类，所以说整个采取统包的一些变卖，所以说整个所得还是比较偏低的。二龙乡清洁队表示，在资源回收的过程中，都会来提醒民众，平时就要在厝做初步分类，各专到清洁队完时，就等在车顶完成有分类，减少袂少的人力和时间。嘛因为本所减量有成。10年前差不多要达到8下 M 场，嘛成为全国资源回收的模范生。记者为你报道。花莲县政府去3栋外环境教育所谓中心哦，特别完工咯。也毋过民众所发现讲，本地人行道煞加出一条车道，实在是莫名其妙哦。环保局是讲会过来改善。这是花莲县政府新起的环境教育所为中心。工程都要收尾啊！甲围篱跳掉了后，大门口新设的迎宾车道煞因为加宽40公分，甲原本的人行道拆断去，互民众感觉真无方便。它那个路差还蛮大的，就是你走过去，你必须要跨越蛮高的一层，然后你才可以跨过去。其实对于行走来讲是非常不友善。这样
互民众更较袂理解的是，中心的后壁明明都有停车场，生要过来设置一条会牺牲人行道的车道，而且工程单位阁是爱民众做好环境的这个环境教育中心，安尼感觉真无对待。现在已经不太需要这种所谓的迎宾车道，然后来做上下车了哈，因为它后面还有停车场啊，而且还拦截了整个好好的人行步道，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做法哎。县府环保局表示讲，一般公家单位拢会设置迎宾车道，这不是要特定人士来专用。目前工程也未验收，会要求设计厂商来改进。今年2月17就有发现这个进出车道跟路面高低差的问题哦，那时候发现就已经请这个统包商改善哦。花莲县环境教育数位中心原本是军营，县府100年接管了后，得到中央1亿3500万补助来起大楼，办法要伫今年4月完工，环保局嘛搬来这。未来包含环境教育、环评会议，拢会伫遮来举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长期拢住伫国外民众哦，一转来台湾地当来使用健保，或者是国内民众是感觉真袂公平。卫生福利部当个考虑讲，要搁互拢住伫国外民众一回国就恢复健保，也毋过驻外人员搁专员会搁另外安排。最近因为基本工资有调悬，这礼拜5健保会开会，卖来讨论健保投保的金额限制哦，敢要调整。伫这几年转到中国发展的艺人陈德英，伫日前宣布伊放弃台湾的户籍加健保，改直接中国。长期入股中国的艺人黄安是公开表示过，未放弃台湾的健保，引起外界议论。为了要顾及健保的公平性，卫生部考虑废除长期入股海外个人的停服保制度。只个限定驻外人员、管有时阵的工作人员，才当使用停服保。只有享用台湾的健保的医疗资源才回国这样的使用一个情况，其实可能也会造成说大家觉得说我平时也是在这样缴纳健保这样的义务的话，这公平性可能会有一些不是很对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如果出国期间没有缴的保费，他理论上还是应该要把保费都缴齐，才能够开始来就医。另外，因应基本工资调起，健保的投保金额上限也可能会调整。伫即马投保金额上悬的期估是18万2，有可能调悬到19万或者是20万。12年来，那个下限调了很多次，但是上限都没有动的情况之下，大家就会觉得说，是不是应该要考虑上限的部分也做一些调整？卫生部强调，今年健保的费率永远是维持5.17%未调整，但是会就部分负担、旅外个人停服保、投保金额上限等5项做配套进行检讨。因若重新加保的等待期、海外收入的这个问题，目前是也无共识。按算伫咧25拜5健保会开会时阵做阵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卫生福利部去年底有预告讲，诊所嘛爱提供残障的设施哦，也毋过引起基层诊所的反弹，所以一直拢无正式公告。新众团体早起是又搁强调讲，这个草案只是针对新设诊所有要求，小规模的社区诊所嘛只要求讲爱使用坐马桶甲2边的扶手哦。是本地2万外间的诊所拢未受到影响，所以呼吁各界应该爱来支持。坐轮椅的人若去看医生，想要上便所，大部分拢会去大病院，才有附设无障碍的便所。为了要营造优先就医的环境，卫福部伫咧去年底有告医疗机构设立标准草案，针对无共规模的诊所定便所设立标准，不过是引起医界反弹，认为安尼先会造成经营的困难。对此，新众团体定称是误解，草案未溯及既往，只敢针对新开的诊所。不要去奢求说一定要做无障碍的那个厕所。当有内急的时候，某些大概一部分的一些弱势的朋友，包括高龄者这些，他们有机会可以进去。我们或许会用不到，但是我们也期待其他有需要的人也可以用到。草案针对300平方公尺以上的新开的诊所，才符合设置无障碍便所。不过，台湾有93%的诊所是小规模的社区诊所，是无到300平方公尺。按照规定，只要有设坐马桶，还佫伫咧2边有划手。新众团体强调，安尼施作就免佫再共并乌涂骹，上便所时阵要所在通花，以免发生意外。目前伫国内有120万位新障者，400万位是大人。新众团体讲，基层医疗建立优先的环境，每一个人拢有好处。我们将近有120万个障碍者，还有400万的老人家，
我们要的不多，我们要的是我们可以进入医院，可以进入诊所。长辈、身心障碍者去诊所打疫苗，或者是小病去诊所看医生，都是很大很大的负担。新疆团体表示，已经开的2万多间诊所未受草案的影响，希望甲医界建立沟通的管道，重视新疆者看诊的权益。伫咧疫情之下的高龄社会，透过对话取代对立。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对台湾日本的同性伴侣，去年要登记，也毋过最后说服内政部拒绝哦。同志团体嘛已经提起行政诉讼。今仔早起，台湾甲日本2个的性别人权团体嘛举办国际记者会来声援哦。因认为讲政府嘛应该放任跨国同性伴侣的移亲规定。私たちは戸籍事務所に婚姻届の提出に向かいました。しかし、私が日本人であるという理由で受理されず、悲嘆に暮れました。已经去户政事務所登記2屆結婚，刷落予內政部提回來。羅亞秋和友吉英三郎一對台籍的同性情伴，已經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進前其實也已經有幾多站跨國同婚提過落未勝訴的判決。非常可惜的，其实这些胜诉的判决还没能够敲开我们跨国同婚的大门。日本无承认同性戀結婚，台灣是亞洲唯一合法同婚的國家。不過，真濟跨國的同性情伴攏享受袂到這條權利。潘立明表示，監察院22公布調查報告，確認政府佇行政立法的骹手較慢有疏失。政府除了愛甲相關的法制調整和周知，上好是先放任跨國同性情伴移親居留的規定。曾經有發生過，就是他學中文的學程已經結束了，然後他沒有辦法就是獲得學生簽證，所以他就必須回去日本，1個月十分的漫長。其實他們住在台灣最大的理由是跟他們所愛的人一起建立家庭，所以我們認為不應該是需要額外去想辦法弄學生簽或者是這個工作簽。考慮書5萬跨國同婚全面合法。而且台灣甲日本關係好，那台籍的同性伴侶會使結婚，會當講是上實際的國民外交。記者綜合報道。來看林務局最近伫屏東潮州的新林園區哦，推出真濟體驗的活動，望講民眾會使透過親身的體驗，對大自然的生態加一寡了解，嘛知影安怎來保育。咱做伙來看賣。屏東縣潮州鎮的林後樹林平地森林園區，是伫咧大武山腳的多元生態園區。為着促進民眾了解山林、保育生態，屏東縣林管處推動林學校主題，規劃一系列的活動課程。低開發、低密度、低設施的一個園區，打造就是野生動物的家的這樣的一個活動，帶着學員營造獨角仙的家的這個生態。辛勞的工作之後，然後我們就會在這裡進行夜間的一個生態的觀察。林學校的主題課程包括山林育教、整理動物的生活環境、生態探索，也有山林的野餐活動。除了要讓民眾體會大自然的美妙，體驗林務工作，也帶民眾了解到地方的食食文化。可以了解我們林務工作，就是林務局的林務工作在森林裡面的那種生活，夜間住在森林裡面。另外，唔林學校的主題課程，園區也會舉辦藝術節、音樂會、戶外電影院、市集，也有原住民的麻糍和工藝品的 DIY 等等，就是希望讓民眾甲山林愈親近，做伙來享受輕鬆的生活氣氛。記者綜合報道。來看文學紀錄片《因地倒數寫作》，是用迄電影的規格來記錄台灣文學界的故事和創作。這兩個系列攏真受到肯定哦。這麼第3系列會用5出影片，讓觀眾來了解7個作家的創作。他一定要有時間回到他的書桌。文學家吳成在彰化莊仔頭世界行踏，寫出真濟有鄉土情懷的作品。伊的生活甲伊所寫的作品。今嘛去做紀錄片，也要少年。超過100天的時間都在他的監控之下哈，257，要真的只留下257%，哈，這樣真的是太辛苦，太辛苦。文學紀錄片《因地倒數寫作》這個系列，今年推出第3系列的5支新的紀錄片。
其中还佫锁定文学主角的故事，描写朱天文、朱天心这对姊妹啊，还佫因爸母看这个文学家族是安怎开机散叶。其中因爸母的纪录片《愿美用》是朱天文担任导演的。没有他们的影音，没有画面，看素材跟剪接的过程当中是掉到一个绝境里头。幸亏他写了9个月的一个来台日记，一个是我父亲跟我母亲的通信，跟这一些作家谈，尤其是他的理念非常强的作家谈呢，最后都擦肩而过这样。台湾文学环境里面百花盛开啊，有很多值得记录的这个美好的事物在里面啊。那我们试试看吧。因伫倒数写作这个作品，从2011年推出第一系列到今，已经经过10多年啊。这个期间有13支影片上市。第3系列利用5个作品来描写文学主角的朱西甯、刘慕沙、朱天文、甲朱天心因这家伙啊，还佫有吴声、戚丁生甲杨迪的人生，还佫有文学创作的过程，期待华语文坛重要的经典、甲美好的价值，会当以纪录片的方式好好保存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的春美歌剧团甲金鸡演社合作的《雨中戏台》哦，一礼拜6礼拜伫高雄的卫武营来演出。这出戏有歌戏、有音乐歌舞，佮加上现代剧，那么做伙先来欣赏。人命受尽甘是天理，为囝应该牺牲所有意志。春美歌剧团的郭春美，因为《雨中戏台》这出戏，摕到团艺金曲奖最佳演员。伊查某囝孙凯琳嘛摕到新秀奖。即马《雨中戏台》转来高雄演出，母仔囝当台演出母仔囝有真侪对手戏。我甲你两个兄妹仔手甲遐大汉，你就是看我遐无气。你敢知我自细上干痛苦的代志，就是做文叫我写我的母亲啊！这出戏是春美歌剧团甲金鸡演社头摆合作，讲的是导演王英如甲因老母，嘛是戏班演员月下的故事。甲戏班上实在生活搬到舞台顶，嘛回顾歌戏的变迁。有冲突啦，有和解啦，有时间上的，甚至还有时代的背景啊，这样歌仔戏的变迁啊，在这里面都可以看得到。主角郭春美一出戏就换10几套衫，伊嘛是第一摆伫台顶演查某人，对伊是真大的突破。该为少年，搁做甲老，然后不但恢复努力心，搁爱甲查甫人塞奶我拢3条线了。规出戏融合歌戏、音乐剧甲现代戏剧，跳脱传统，嘛是歌戏下届的新创作。记者陈嘉文来为做高雄报道。来看云林北港南洋国小一个5年级学生考选业，虽然目睭看无啥有，也毋过是真有音乐的天分，佮真够弹钢琴，佮会晓创作。伊对3岁到大已经写47条的钢琴曲。伊嘛望讲，伊的音乐会让互听众温暖佮力量。校园内底传出美妙的音乐声。这条乐曲是由云林北港南洋国小5年的学生考选艺所演奏的，听起来是真温暖。乐观自信的考选家，出世5个月时阵，就互医生诊断目睭的视力有障碍。不过家长伫伊3岁时阵，意外发现伊音乐的才能，开始培养伊弹钢琴。眼睛有生病，可是呢，我没有因此而感到难过哦，我没有感到自卑哦，因为呢，我的耳朵很灵敏。他5个月大的时候，医师初步诊断应该是视网膜失养症，大概在他3岁的左右，我们也是无意间发现说，他的音感应该不错，对，那他也会自创一些小曲。毋若学钢琴，考选家对音乐嘛真有家己的想法，会甲家己心内故事走入伊的音乐声当中。另外，新闻嘛借做伊创作的灵感，毋望用伊的音乐为大家带来快乐，嘛感谢父母的辛劳。所以，自伊3岁开始创作到大，已经创作出47条钢琴曲。我3岁开始创作第一首自创曲，叫什么？我的梦。
社会新闻的议题太鲁阁号得到灵感，心里就想说啊，可以创作很多流行歌曲给爸爸妈妈听，减低爸爸妈妈的辛劳。我创作47首歌。虽然起步比别人较困难，而且未来目睭的障碍可能会愈来愈严重，不过柯宣家并无失志，颠倒对这个世界有伊家己的感受。柯宣家表示，伊未来继续创作，希望让更较侪人对伊的音乐当中受到温暖，得到力量。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澳洲雪梨歌剧院风景真水哦，真侪民众拢会坐伫广场，一边看海，一边食物件。也毋过哦，拢有海鸟350的飞来抢食食。最近歌剧院甲附近的店家饲一顶狗仔来做保全巡逻，听讲效果阁袂歹哦，海鸟即马拢毋敢活来咯。桌顶菜一寡好食的，小可无注意，一寡海鸟就真无客气飞来抢去食，人客看甲拢硬气。服务生只好赶紧换一换新的。伫澳洲雪梨歌剧院边仔的酒吧甲餐厅，因为当看雪梨大桥的风景，真侪人热天拢会来遮吹风食物件开讲。也毋过食的物件定定互海鸟抢去，消费者食的被抢去会受气，业者爱补一半新的，也损失真大。好佳在即马有一寡巡逻狗伫咧巡，情形有加较好。Once the dogs started, we noticed probably an 80 to 85% reduction in attacks on customers' food. And not only the reduction in food costs, but also customer experience dramatically improved. 负责这项业务伫咧培训狗的业者讲，狗若看到鸟仔本来就会想要入，因只是启动狗的这项本能，互因看到海鸟就去入去赶。即马有13只狗伫咧排班。A lot of the times people look at your confusion for the first hour of your shift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you're doing. And then you'll go on your 5-minute break to take the dog to the toilet and you come back and they're like, oh, that's what she's doing because the birds come back. 时间一久，人客也真爱这寡狗，感谢因伫咧遮维持秩序，互人伫咧遮休困享受的时阵，袂互海鸟干扰。It makes eating at the opera bar much pleasant. And we don't need to be covering our food constantly, and we don't need to be shooing away seagulls. 因为这款巡逻狗表现真好，去年底雪梨歌剧院甲附近的生理人甲狗仔培训公司各签2年约。因讲，伫疫情有较稳定了，佫无海鸟的干扰，人客应该佫较侪，互因恢复以前的业绩。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来看一寡国际大品牌哦，为着要尽社会责任哦，拢有提出减碳的目标。也毋过有一份针对25间大企业的气候责任评估报告是指出讲，包括Amazon、IKEA 这些大公司哦，减碳拢只是口号尔尔。另外，美陆汽车之前嘛因为排放废气广告无老实，互南韩政府罚钱。南韩进行对德国奔驰汽车甲伫南韩的子公司做出202亿的韩元，核心台票4.6亿的罚款，制裁旗下柴油车废气排放广告无实在。南韩公平交易委员会表示，奔驰伫旗下15款车型安装非环软体，互车辆认证时阵的废气排放比实际驾驶情形较低。计算团产品排碳保持伫上低水准，搁伫2013到2016年之间，公司达到欧盟第6期排放标准。误导消费者。总部设伫德国的新气候研究所，甲比利时环保团体团市场的观察，共同审查苹果、优比斯快送、福斯汽车、亚马逊、宜家家居甲雀巢等25间跨国大企业的净零承诺。这公司的总碳排占全球温室气体5%，对气候影响真大。结果发现平均只落实4成承诺，无法度改变暖化。报告也讲，这大企业拢会以保一种形式的基卡劳动，扩大气候目标甲成果，通过顶背品牌劳保消费者使用产品所产生的排放。因为亲像诺华这油等企业，只用买碳压度、种树啊等项目去抵消排碳，啊，不过这的成果可能因为气候野火甲臭树啊逆转，免完全取代实际减碳。啊，不过被点名大企业拢无承认这指控，却头认为报告明显无正确的所在。估计也讲，每年拢有请会计师核实过环境报告，也有业者认为计算标准无同。这调查的研究人员是批评企业的承诺，拢是讲好听话，无实际实行。除了生产经营的大牌之外，应该连供应链等下手、采买服务行销甲通勤的摊牌，拢爱广告严正加重，互消费者看清楚。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14度。中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15度。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17度。东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0度。华岛地区上低6度，上悬13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